大家拢想讲母亲节啦，一定爱带这个四大人食一个好料。台中咱看到真侪业者拢准备好，包括你北屯的有客人啊菜，啊嘛有台菜，甚至啊包括这个西式的西餐嘛拢有啊。你若100个人要来，伊嘛是有法度。包括这个低音品牌嘛推出的，包括正货设计，互你有通好食，佮有通好看。客家餐厅的头家公开母亲节倒菜，这是一套传统客家菜创新的料理，亲像3杯口味的客家炒饭，向真侪民众想要点来食看卖。客家小炒鱿鱼，那我们今年把它改良版，变成是那3杯口味的那个客家小炒。还有这项石斑鱼用莲花叶花包落吹，和鱼仔肉食起来清甜有味。西屯的饭店业者嘛推出中西菜色，和母亲节的料理有愈侪选择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有特别有推出一个蔬食的，不吃荤食的一个母亲呢，我们可以把它的主菜更换成蔬食的一个主菜。饭店打造百怪人同齐庆祝母亲节的办桌体验，嘛有知名低音品牌和日本花艺设计联名推出花宴套餐，同齐抢攻母亲节的餐饮商机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